主后2025年5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怜悯伫伊的时机，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02篇第10到2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102篇。困苦的人软弱的时，伫上主面前祈祷，吐出苦情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我伫危急的日，毋通面滑走，毋看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。我求救的时，求你随时应我。因为我的性命亲像烟消散，我的骨头亲像柴伫火炉内燃烧。我的心受伤，亲像草打去，连饭都无爱食。我吐气海惨，我消散落目。我亲像旷野的梯湖，亲像风暴的暗光鸟。我规暝无困，亲像厝顶孤单的鸟仔。我会对着规日侮辱我，踢笑我的人用我甲人咒诅。我用火釜准饭食，所啉的拢掺目屎。这是因为你去圣地发受气，甲我举起来，搁歇落去。我的性命亲像热车，亲像草打去。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互人纪念到万代。你要起来怜悯錫安，因为现在是施恩的时，指定的日已经到。你的仆人以爱的錫安的石头，连伊的土粉都保守。列国为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为敬畏你的荣光。因为上主重建錫安的时，要伫伊的荣光中显现。伊阿乐听善车人的祈祷，袂看轻因的恳求，就为着后代的人记载上主的作为，互将来出世的人通称赞伊。上主对至悬的圣所看落来，对天顶看落地，伊要听受犯的吐气。要解救受判死刑的人，互人通伫锡安传扬上主的名，伫耶路撒冷传播称赞伊的话。迄时，列国为自责，万民为服侍上主。伊互我的气力未落先衰，互我的性命缩短。我讲，我的上帝啊！毋通伫我中年的时讨我的性命，你的年日到万世代无穷尽。你伫起头甲地下地基，天嘛是你亲手创造。天地拢会消失，毋过你永远存在。因会亲像衫穿破去，你会甲因替换亲像换衫，因就无去。只有你袂改变，你的岁数无穷尽。愿你仆人的子孙久长安稳徛起，因的后代伫你面前坚固徛在。上帝怜悯伫伊的时机。宗教改革家John Calvin捌有安尼的信仰体会。无啥物比知影伫不幸中受上帝的疼威慑，搁较会当互人感觉安慰。即句话我所领受的重点是，互上帝的疼威慑，会比不幸受化解搁较会当互人感觉安慰。无论是啥，拢可能有上帝无按照我的祈祷应允的痛苦经验。这也是诗篇102篇诗人面对的情况。不过，诗人伫12节使用一个字“但”，
来作为伊虽然绝望，却犹通转换心境的祈祷。第19、11节，诗人为家己生命中无法度改变的苦楚恳求上主。诗中的我，其实是只认同即个祈祷文的所有读者，互当受即个苦楚的人借着我的祈求触动心弦，甲诗人同心祈祷，搁接受诗人的代祷。假使你也伫祈祷文中受到感动，反复上托，即句祈祷文也引带你甲诗人做伙信靠上主。11节到22节是诗人为经历国族灭亡所造成期待环境变迁的祈祷。这说明人无可能单独活地，而且袂当避免活点两难。天不从人愿，搁无可奈何的劫项中，对祈祷文通知，世间显然已经遭受摧毁，复国返乡已经拢无希望。注点这两个绝望的结局中，诗人犹原坚持祈祷。诗人祈祷的态度，毋是恳求上主应允，是愿上主伫我的祈祷中掌权。譬如12节，诗人插入：只有上主，你永远存在，互人纪念到万代。即句祈祷词承认上主有伊的时机。伊的态度是，无论上主伫什么时阵怜悯释安，伊拢坚持为释安祈祷，相信伫上主所定的日子，伊一定会怜悯释安。有一遍，我有机会为美尔岛事件受刑人姚嘉文先生的演讲做引言，我特别介绍伊伫狱中所写300万字的历史小说《台湾7世纪》。会后，伊回赞我姚嘉文对忘记这本册，佮分享伊少年的时因为介意看册，真羡慕会写册的作者。不过当当时生活困苦，加上工作繁忙，才无才调实现这个梦想。直到因为美丽岛案件受判刑入狱，当伊用信仰接受这个处境，伊的心得到安宁。当伊意识到这是上主伫特定时间予伊的怜悯，伊发现受囚禁的日子，竟毋就是上主为着伊准备写册的时间甲空间。当然，伊也期盼会当早日得到透放，但是伫得到透放以前，伊体会到上主伫伊面对苦难的特定时间，对伊的怜悯就是予伊通写小说。诗人的等所带出的转变，毋是上主已经应允伊的祈求，是伊伫绝望中还坚持祈祷。安尼的人，上主会照着伊的祈祷，伫特定时间施以怜悯，予伊伫不幸中犹原会当感觉受上帝的疼、威慑的安慰。默想，祈祷毋是为着解决人生问题，是为着亲近上主，用理解生命的难题，为我开启上主的奥秘。祈祷毋是为着解决人生问题，是为着亲近上主，用理解生命的难题，为我开启上主的奥秘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恳求你带领我，凭着你尊荣的权能祈祷，无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和期待，是照着这祈祷引带我行出家己熟悉的想象，互我就近你，踏入新天新地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
阿們。願上帝賜你身心靈攏勇健平安。